应加以以上，所以叫做最上的法身，无老无为的法，无法无人无法无迄个法人倒为来取一个名，也是袂当指出着什么相，所以伊本身是离名作相，离名绝相，所以但是为了互众生知影即个道啊，所以取名叫做法身，即个名义啊，实际上来讲起来，即个名也是勉强去甲安入落去啦。法身是离名作相的无上之身，一切说出说法无法高于以上，叫做最上之法，清净法身。安听有意思无？敢听有意思？即个物件就是讲，但是要注意，即个物件就是讲，迄个最上叫做离名作相。离名作就是讲无一个相，叫做离名作相。迄个法身的名，我是用着一个名搭好了，因为我无即个名，我都袂记住。但是我要甲下即个名咧，众生要记住即个名，所以佛歹讲道理就是安尼。所以成就最上，就是讲你已经亲近着如来法身佛，即如来法身佛就是讲啥物件？就是讲你家己的自己的法身，高正的。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清净的法身，即个清净法身，你要用什么名去甲做一个解说？迄个清净的法身叫做离名作相，是名无上，是名清净法身，是名法身佛，是名佛，拢是个是名呀。因为安怎讲？我嘛不知道解说，但是我勉强把它安利下去。所以你不大概讲无上名足者，但是拢总是假名。凡所有相，拢是方便之名，这点咱了解。所以你若要生一个法身，还得甲生一个最上，还得甲生一个清净法身，可能咱的思想上都，咱的闪烁中，咱的八识电流无清净。你阁有一个清净啊，你阁有一个法相啊，你阁有一个离名作相，安尼你迄个离开伊清净分体，就参照我上来讲，因为是啊，你咧困的时阵，你正在熟睡的时候，你咧困的时候，你做梦嘛有咧做梦，你入到迄个清净无染的法身，迄个时阵，你讲我咧困，你无嘛？太认真是啊，对入面甲出来迄段当中，迄叫做离名作相。连做梦嘛无咧做梦，你嘛咧做梦，若做梦嘛无咧困呢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是安尼遐好困，有诶困袂去，迄就是啥？迄是咱有一股清净，我无够清净法。问你昨暝几点困？我10点困，你还袂困？因为你昨10点毋透咧困。问你我10点爬起来，我6点爬起来，讲你6点已经出去6点。敢是？你著早6点啊，6点已经早会熄，已经离，你会熄已经6点已经出来。你早6点已经，所以迄叫离名作相，迄叫做清净法身佛，嘛叫做清净空间。所以迄个叫做哪？叫做清净法身，清净法身。来，这叫人解释来讲，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第二就是讲第一。成就最上清净法身，第一，这第一叫做报身。清净法身就是讲啥物件？就是讲圆满无缺，讲自性法身。第一，两字就是讲报身，这个报身就是讲啥物件？圆满的报身。清净法身，来呢？圆满的报身，来呢？千百亿的化身，千百亿的化身里头，以前。稀有之法叫做千百亿的化身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这是先嘛讲三宝相。成就这物件，玄关；而这物件报身头发；而这物件前面的额头。所以在做当中就是讲圆满清净化身、圆满报身、千百亿的化身。其实来讲起来，三身原来一身的物件。甲分三身，这第一就是讲报身，报身就是讲哪？讲智慧，智慧，智慧就是清净嘛。
嘛，因为智慧嘛，智慧就是光明磊落嘛，叫做污染嘛，所以报身就叫万德庄严，万德庄严，无量的上好是众性中，为众性中的最尊贵的物件，可以堪称为第一，可以堪称为第一。所以这第一就是叫做报身佛。心是由万种功德庄严上出来，无量数的上好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那好有一个无量的庄严。所以顶了初地菩萨就是圣人，二地、三地，乃至于八地、九地，乃至于顶级，拢总是叫做圣人。这些地叫做菩萨，拢总是圣人。不在众生之中，称叫做独尊，无人超过佛的，所以才叫做第一稀有之法。所以这个第一稀有之法，就是已经成就着一个圆满的报身。所以圆满的报身，咱人做到，咱有读到。清净法身，就是什么物？就是伊本来就是无一物。圆满的报身，就参着一个境。这个境，你行有一个上无有，你离开了这个境有留什物了无？伊无，伊影射着啦，影射着你这个完全清清楚楚，所以真清楚。你离开无掉一分，但是你会记住这个境，如果你来用放稳到顿顿的，迄个境会足，你行完会正照射了足清净的。可能你照袂足清净，然后你要放稳，已经把这个境已经甲暗走。咱这个心，然后叫杂物，然后叫凡事凡人，甲咱这个心已经卡到足侪烦恼，足侪对立，足侪是非，足侪敌人，足侪你我，足侪是非非。那安尼你的心会清净袂？咱的心会清净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要活出咱的心，咱要活出咱的心的这片天。谁咱要活出咱的心的天，咱活出着是非的对法，咱要活出着咱万德庄严圆满报身，佛这个意义。咱有讲无？其实咱有讲，咱袂使活出咱的世界，咱活出咱的心目中。人对你好，你欢喜到要害；人对你歹，气到要害。活出咱的心目中，活出着这个对法。所以咱今日无法度圆满报身佛，就是去一切思想上甲咱意念。咱要活出这个这个万种功德的庄严相，就是咱太极对立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免得个圆满，咱的智慧一定要出。利用智慧当中能够排除、排除的一切的迄个的智慧所以阮爸爸是较早讲，爱摕出咱智慧剑，斩断着咱一切世间的迄无必要的烦恼斩断3000烦恼所以佛，而且就讲佛，就是指标性的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定义是基础的。所以咱咧读经的当中，拢看到佛，讲清净法身佛，还是讲如来，还是咧讲佛。这个物件有当时咱用设定，直接设定释迦牟尼佛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咱嘛是一个佛，所以呢，这是指标性，是一个指标性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定义是基础的，甲它。咱今日有一个菩提，这个菩提叫做觉。你有自觉有无？你有自觉叫做菩提，你有自觉叫做佛，甲它，因为你会当去度他，还是指门得成圆满。那安尼，如果咱能达到这个意境，拢总是佛，这拢总是佛。如果只是一种指标性释迦牟尼佛，那安尼请问释迦牟尼佛的属什么人？人人无佛啦所以我们把它解释到义圣圣人去，所谓的第一就是觉性圆满，功德圆满。那个该水叫做觉性圆满，功德圆满，安尼叫做最终第一
叫做功德圆满。你六祖坛经讲讲圆满报身。哦，第三义，你讲啥物件？虚有之法。这个虚有之法，换一个解说叫做虚极小有。啊，这有虚极无？哦，有虚极哦。所以化身之法叫做随类现身，这个虚极小有，所以叫做虚有之法。这个应化身在天上说法，就是天人之相，之上的心，在人间说法就现人心。佛在人间应化身现出32相，比较上好，所以叫做千百万个化身，叫做虚有之法。咱知影，所以清净法身、圆满报身、千百万个化身。咱今日每一个观念做内底当中，拢会扮演着千百万个化身。你拄讲治疗你，你讲台讲道理，啊来呢？所以你对一个环境，你扮演你对一个环境角色，因为度化众生，你上去到国外，真正有足济当中，拢总你个人来去处理的代志，人事的解决，爱是的时阵道歉的度化，爱是的时阵即卖有啥物问题，拄着环境、法律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，啥物问题拢总有，你拢要怎来解决？这叫做千百万化身。所以你对一个环境、对一个国家，比如讲咱去菲律宾，咱菲律宾的国家是啥物件？讲英文的吗？甲讲大家乐的吗？袂安怎？讲英文甲讲大家乐的，咱就无迄度吗？咱嘛是随着迄个应化身，有理就是咱的应化身，因为伊的英文甲伊的大家乐，伊伫遐出生嘛，伊就是应化出来嘛，若无咱台湾前辈才去甲带动，伊要来应化这个新出来。你想讲的是泰国，咱足侪道亲，欢喜啦，足侪道亲，毋是拢咱才去应化出来吗？所以今日应化身的解说，毋是只是一个物件，毋是解说物件，是因为所有你道场所演化出来、变化出来物件，所以伫这个当中叫做应化身。所以你进内底当中解说就讲，佛伊的应化，就是啥物件？随缘应化。你到对一个所在，变做一个相嘛所以经文经的第26分的内底当中师父在就以32相观如来，专门性目即是如来。师父在别分言世尊，如我各位所说，以不用32相观如来，这个就是咧讲专门性目，伊随时。一个这个天上的一个中央上，伊做福报的一个专门性但是伊毋是解说叫做如来，毋是叫做如来发身所以专门性的相，专门性是人间第一有福德上的人，但是伊是一个相，所以因阿无当达到所谓的这个所应化所有一切众生到对一个所在，应化对一个相，所以释迦佛伫天上说法的时阵，如地藏经，伊咧讲来讲，伫倒立天伊就这个是佛所现的相，绝不止32相，80种好理。伊按天上人所现的相，如果应化身要去度化六道众生，那就实现六道众生的相。过去咱会记这观世音菩萨这王老师讲为着要度咱平地的众生，咱较早有一个故事讲，这王老师当中有一届，讲去到山边看一个看一个家庭伫遐咧结婚，伫遐咧伫遐咧请人客，到中午12点的时阵，新郎拢来，毋过看这个某时的时阵，啥物件？伊山要崩落，所以讲伊新娘甲掠走，伊走，伊显了一个显了一个迄条做一个破破烂烂，看一个足欢喜的一个人，就是关心无掠，对迄个新娘掠走。